我是高雄市鹿竹区蔡文国小的学生吴志玉。我今仔日要念3首台语诗。第1首，我啥物拢爱，我啥物拢真爱，食饭真爱配青菜，想要环游世界，平时真爱耍牌，生活自由自在，爱爬山爱看海，啥物我拢知，所以生活真精彩。第2首，生日。生日真欢喜，多谢阿母教我生，阿母真正足慈悲，多谢阿爸教我饲。若是拄着庆生的日子，全家团圆笑眯眯，食东食西真趣味，生日真正有意义。第3首，台语老师。老师上交变魔术讲故事，台语课阮上有兴趣，伊会期待阮袂辜负。老师教阮台语词，伊的教学真特殊。望老师教阮句。台语老师是我的师傅，希望我会当做台语老师。